最近喺龍墟見到一個攤檔專賣汽水，但味道就好新奇。我哋個 brand 嘅名咧就叫 RC-Oda 啦。咁其實就因為我哋一啲係手工或者一啲精細啲嘅汽水。雖然香港人對手工汽水唔係咁熟悉，但原來喺美國已經有好長嘅歷史。200年前到啦，差唔多隻汽水都係手工汽水。直到工業時代咧，就有啲廠大量生產汽水，所以咧就令到自家製啊或者手工汽水咧沒落咗。大概2年前到啦，喺美國咧就開始翻一啲手工汽水，但係佢哋就開始做一啲比較小規模啲嘅，啲味就比較特別啲嘅汽水啦。我哋除咗有普通嘅 tonic 水啊，或者一啲薑啤啊，亦都有啲特別啲嘅，好似蘋果批味啊，有啲紅菜頭啊。我哋都會循翻佢哋本身嘅功效去做呢啲味。咁好似紅菜頭咧，其實係會降低你嘅血壓。除咗規模細，Aeron 嘅汽水更加強調冇落糖、食用色素同埋防腐劑等，全部用天然食材製作，咁就健康得多啦。